维吾尔商人在集中营里死亡，又有一名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商人在集中营里死亡。据悉，55岁的维吾尔商人外里买买体在阿突省市阿泽干乡境内的一个集中营里，因遭到中国警察酷刑而死亡。据说，外里买买体是去年被警察带走的，被拘留的原因是他多年前送他的孩子去接受宗教教育。世界各地继续举行反华示威，世界各地举行游行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同化政策。在大奥斯曼协会的组织下，一群人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在伊兹密尔市，施瓦斯民间组织协会举办了大型集会，抗议中国压迫，并表示始终站在维吾尔一边。此外，土耳其施瓦斯、比特利斯、日泽等地区和华盛顿举行了反华示威游行。中国间谍进驻维吾尔家庭。此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过去1年内有112万中国党政干部被派遣到169万少数民族家庭过夜。最近有消息称，进驻维吾尔家庭的中国干部当中有武装部队警察和中央直属机构工作人员。据报道，拒绝或表示不满意的家庭立即被捕。卡塔尔资金允许转移到加沙。以色列政府允许卡塔尔发送的用于支付加沙封锁的雇员工资的资金转移，这些资金是2周前被停止的。根据以色列加里查塔尔电台的报道，以色列政府先前已经停止向加沙地带转移的卡塔尔资金再次被允许。土耳其足球比赛形成东突厥斯坦来月旗。今晚在菲内巴切和波尔萨体育足球比赛中，巨大的东突厥斯坦旗帜将会飘扬。伊斯坦布尔时间今晚22点举行的菲内巴切和波尔萨体育足球比赛中，将会形成巨大的东突厥斯坦旗帜。已经为此做好了很长时间准备的看台，将给出最有意义的信息。埃尔多安与特朗普通电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20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埃尔多安告诉特朗普，他的国家已准备好立即在叙利亚城市曼比季采取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埃尔多安与特朗普一致认为，有必要消除叙利亚境内的 ISIS 组织残余势力。